Yeah. 线顶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丹路，即马是第三摆，今日第三摆的直播，今仔遮是无要做表演，甲大家小解即个已经拆掉去的即个宜兰公会堂，伊的历史。宜兰公会堂是伫日本时代改建，伊日本时代时阵生做即款，伫即个图顶悬即个边。伊是两个即个双边车边的厝顶，边仔遮有一个山形，门口就是位遮，位伫遮。门口是对着即个头前遮有一条即个宜兰河，即摆是叫宜兰溪，因为这较细条，毋过以早是叫宜兰河，咱即个边呢甲咱踅一轮360度，互大家。看者，即马这就是宜兰公园，以早是叫做中山公园。咱即马来小解一下这个宜兰公园从一开始伫日本时代，打开始的时阵，1900年的开始的时阵，迄当阵是伫宜兰小学迄个。借用因的即个体育馆做宜兰俱乐部。尾因为伊可能时间较久较袂堪利用所以伫即个昭和的大正日本大正2年1913年的时阵，就有人建议讲要来甲改建做一个新的宜兰公会堂。一直到1932年的时阵由即个日本的设计师叫做赖川町先生。甲设计去完成，1932年的时阵，一直到我看，这个战后的这个宜兰公会堂，互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了后，就随互这个贾松德先生经营这个中山堂戏院。尾嘛有改名换人经营，换过几个名叫做大同戏院，嘛有大观戏院，嘛有公园戏院，一直到1966年的时阵，年底拄着火烧厝了，火烧厝了就无法度经营，过来过转冬，1967年的时阵，为着要改建这个宜兰公园，就甲规个拢拆除掉，是安怎？无。当时的政府无甲即个宜兰公会堂的遗址留一个算是代表性的一个建筑，还是讲一部分呢？是因为这嘛是有背景啦伫1958年的时阵，迄当阵的台湾省长连震东先生连战因兜的即个连震东先生，伊就发一张电报伊当阵是台湾省长，所以伊就发予各县市的县市长，讲爱拆除日本时代中陵碑塔，若有观光的价值者，爱甲伊顶悬日本时代文字挖掉，结果若是无法度挖掉，就规个卡掉了后，重新搁改建，写中华民国的年代，写中华民国的纪念代表。这是1958年的时阵，官方的电报。后来是1973年的时阵，日本政府甲中华民国政府断交，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所以伫1974年的时阵，林怀民因老爸林金生，伊迄当阵是内政部长，伊为着要报复日本政府甲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伊就发布一条行政命令。叫做清除台湾日据时代表现帝国主义优越感殖民统治纪念遗迹要点。这条行政命令就甲日本时代，包括日本新社、遮的建筑，
有纪念性、文化性的建筑，大部分拢甲卡掉。吼、导致着后来，就是咱定定会当伫新闻顶悬看到，就是日本时代留落来的遗迹，还是古迹，还是古厝，大部时都是毋知是发生啥物代志，就互烧去。吼、这我认为这是有一寡人有计划性的在做即件代志，要破坏日本时代留落来的即个历史基地。吼、咱就是甲大家小解一下。即马咱看到的遮头前遮有足侪树仔的即个空地吼，就是以早即个工会堂吼本地伫的迄个所在。吼，咱搁看一下这张图，吼，真水的建筑。吼，咱即趴就甲大家小解到遮，吼，感谢大家来收看。